內地嘅安全部門發現有境外情報機關企圖透過共享外置叉電器竊取個人私隱同埋國家機密。有電腦安全專家就提醒民眾租用之前應該留意裝置有冇俾人拆開過嘅痕跡。近年喺內地，民眾可以隨時隨地咁租到俗稱尿袋嘅外置充電器。不過，國家安全部話，近日發現有境外間諜機關同埋別有用心嘅人，透過共享外置充電器進行泄密。手段包括喺外置充電器嘅內部安裝惡意硬件，插電嘅時候就能夠喺極短時間內竊取用戶手機入邊所有嘅資料。另一個方法係利用人工智能技術分析共享外置充電器後台嘅用戶位置以及係使用習慣等等，用嚟監控特定敏感人群。又或者係喺外置充電器上預先植入間諜軟件、木馬程式等，當用戶插電嘅時候，呢啲代碼就會潛入手機終端系統。國家安全部提醒民眾唔好將存有機密資料嘅裝置連接共享外置充電器等嘅設備。有電腦安全專家話，若果手機俾人安裝咗木馬軟件，黑客就可以喺遠端控制手機同竊取資料。較常見嘅係竊取網上銀行密碼。佢又提醒民眾喺租借外置充電器嘅時候有幾點要留意。例如話有啲螺絲位見到有人開過嘅，或者可能俾人拆開咗貼紙嘅，咁用家就要睇清楚呢啲。咁如果你發現咗係有可疑嘅，唔應該用翻嗰個充電寶。插電嘅時間咧，睇下你插完電之後有冇突然間多咗一兩個嗰啲應用程式走咗出嚟。跟住就會突然間咧會 reset 啊，或者會重新登機啊，或者重新啟動部機啊，咁要注意呢啲嘢。咁會唔會多咗突然間個電話又多咗一啲不明來歷嘅聯絡電話號碼啦，或者短信。佢話暫時未有喺本港聽過同類型嘅事件，但認為共享外置充電器嘅廠商可以增加偵測措施，防止有人喺充電器上安裝惡意硬件。